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謝神再俾我哋機會一齊嚟到神嘅家當中，一齊嚟到去敬拜佢。喺我哋一齊思想聖經說話之前，我哋再一齊同心，我哋祈禱。天地嘅主，永恆嘅上帝，你一班嘅子民到你嘅面前敬拜你。主啊，你嘅名稱為至高。主啊，你嘅能力掌管萬有，你配得我哋嘅尊崇，我哋嘅讚美。主啊，求你保守我哋，開我哋眼睛，能夠見到你嘅尊榮，見到你嘅偉大，以致我哋會輕看我哋所面對嘅困難，我哋會交託我哋所面對嘅一切嘅挑戰。如今到你面前嚟，我哋好願意親愛嘅聖靈喺我哋心中工作。主啊，除去好多嘅憂慮，好多嘅內心嘅不安，讓我哋喺你面前知道你嘅掌權，我哋就安然咁嚟到去敬拜你。求你賜下你自己聖經嘅說話，引導我哋嘅心去尋求你，引導我哋去敬畏你，讓我哋人生嘅路行喺一條光明蒙恩嘅路上。天父，我哋等候你，求你賜下你嘅恩言施恩於我哋。我哋仰望祈禱，奉主耶穌聖名祈求，阿門。今日同大家繼續思想翻箴言嘅經文，我哋特別思想到就係懇切尋求智慧的必尋見。我想先提一件事情，就係我記得好幾年之前有機會聽一位弟兄分享佢一個經歷。呢位弟兄佢自己係做一啲貿易嘅生意，係銷售一啲嘅電腦去到內地一啲嘅大企業嗰度。一段時間生意好好，亦都賺好多錢。但係後來發覺好多嘅企業，佢哋轉移向一啲自己同行嘅購買電腦。當佢一路查問嘅情況時候，發覺原來對方好多賣出嘅電腦咧，比佢賣出嘅係價錢低好多。按佢所了解，佢覺得冇可能做嘅，只會虧本嘅啫。但係對方就一路咁樣出售，所以好多人歡喜向佢買嗰啲電腦。後來佢慢慢知道，原來呢幾間嘅公司咧，係用一啲舊嘅零件擺喺新嘅電腦度，即係以舊換新，以舊亂真嚟到去攞生意。喺嗰段時間，佢裏面一個好大嘅掙扎，佢自己都問我要唔要咁樣做咧？但係佢最終決定，佢堅持佢自己嘅立場。一段好長嘅時間，公司差唔多要結業，因為冇生意。但係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後來發現一件事情，就係呢啲嘅大企業，佢哋發現咗呢啲嘅電腦原來有問題。然後佢哋周圍去搜尋嘅時候，發覺唯有弟兄呢間公司係誠實咁賣真嘅電腦，所以開始將啲訂單轉移翻向呢位嘅弟兄嘅公司。佢後來重新有翻好好嘅生意。呢位弟兄會講翻，就算神唔俾我呢啲嘅生意，我仍然要堅持我嘅選擇。喺佢內心裏有一個嘅智慧，佢去選擇行公義公平嘅事情。各位弟兄姊妹，我哋今日睇箴言，我哋常常講到關於智慧嘅事情。箴言第8章，智慧用一個嘅第一身，好似一個擬人式嘅方式講述自己，又呼籲我哋嚟到去選擇智慧，去跟隨佢。所以你會睇到剛才我哋讀第8章，前面我哋未有讀嘅係第8章一開始第1節，智慧就呼籲我哋，智慧豈不呼喚，聰明豈不揚聲，係大聲咁呼喚緊我哋嚟到去聽從佢，去跟隨佢。然後跟住講，愚蒙人啊，你們要學習靈巧；愚昧人啊，你們心要明辨。唔讓你嘅思想懶惰，你會真係去小心去學習。你未必即刻會有智慧，但係你可以透過
一個一個嘅學習嘅過程，喺當中得着智慧。喺過程當中小心明辨、分辨乜嘢係光明，乜嘢係黑暗，喺當中學懂智慧。當你承認你嘅限制，承認你係愚昧人，你就會更大嘅動機，願意去更多嘅學習，去分辨，去不斷嘅嚟到去領受聰明，選擇聰明。我啲人話點解要選擇聰明呢？咁因為呢個世界上面有好多其他嘅事情係呼喚緊你去選擇佢。喺箴言之前嘅第7章就講到有淫婦。我哋稍為回顧一下，你發覺喺聖經裏面第7章就提到呢個邪惡，佢喺度不斷嘅呼喊緊。箴言用一個嘅女子淫婦，你都去代表緊、形容緊邪惡，係呼喚人去選擇佢。所以經文提到一啲嘅人被佢嚟到引誘，聖經講好像牛去被宰殺，又好像雀鳥急投羅網，自投羅網，而即急速進入呢啲嘅羅網裏面，但係唔知道其實過程當中係賠上自己嘅生命，因為有太多其他世上嘅事情喺不斷呼喚我哋跟隨我啦。你得到我，你有前途啦；你得到我，你可以出人頭地。有好多不斷嘅呼喚嚟到嘅時候，聖經提醒我哋去選擇智慧。因此嚟到去後面嘅8章11節嘅時候，聖經強調一件事情，因為智慧比寶石更美，一切可喜愛的，包括你好歡喜想得到嘅一啲嘅物件，一啲嘅感情，一啲嘅成就，呢啲一切都不足以與智慧比較。智慧係最寶貴嘅，係值得你付上一切代價去尋找、去得着。因此嚟到我哋今日讀嘅段經文8章12節，就開始講一件事情：要能夠有智慧，係必須要敬畏神嘅。智慧第一身，自己就講：我智慧以靈巧為居所，又尋得知識和智謀，將佢嘅內涵好清楚嘅講出嚟。智慧係有靈巧，係有知識，係有智謀。另一處嘅聖經嘅翻譯就講到：我有見識。見識係講緊喺唔同嘅處境當中，衡量好多唔同嘅原則，好多唔同嘅價值嘅觀念。你知道個處境，明白個真理，以能夠作出合適嘅決定。有知識，有健全嘅判斷力。個心靈係清醒嘅，唔會俾人哋好多嘅迷惑去影響你。你能夠知道是非，以至作出有健全健康嘅判斷，以至能夠可以作出光明嘅一啲嘅決定。當我哋講到呢度嘅時候，大家都會好明白，喺呢個時代我哋見到所面對嘅世界充滿住各種嘅虛謊。有啲好似好有道理嘅，小心一聽，其實係歪理。好多覺得係真實嘅，睇清楚假嘅。特別我哋今天呢一個數碼呢個 AI 嘅年代，你會見過有啲人物明明係佢啦，佢講咗個説話好真嘅喎，咁後來發覺原來 AI 製作出嚟嘅 AI 生成嘅一啲嘅物品。呢個年代我哋學識咗2個字，叫做深偽，虛偽個偽，深刻嘅一啲虛假嘅事情。你發覺喺你身邊會常常出現。呢個年代，我哋更加需要有神俾我哋嘅智慧去分辨真假，我哋唔至於受到誘惑。就喺呢個聖經裏面提及到嗰種嘅智慧嘅內涵嘅時候，然後跟住佢立刻就喺第13節就去將智慧同埋敬畏神連繫一齊。所以12節之後13節聖經就講敬畏耶和華就是乜嘢？恨惡邪惡。當然我哋知道敬畏神就係聽從神嘅説話，
喺箴言其他地方提及嘅。特別喺箴言一開始嘅時候，如果大家有印象，就係第一章已經開宗明義咁樣講，使人領受明智的訓誨。呢度講緊智慧，就是公義、公平和正直。智慧帶嚟嘅係一種對神嘅敬畏，或者話敬畏神帶嚟智慧，但係其中必定包括咗公義、公平同埋正直。幾時你行喺公義、公平當中，你見到自己進入咗智慧嘅裏面。然後跟住聖經講到，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我哋常常讀呢句說話。因此你發覺要能夠得到智慧，必須從敬畏神開始。如果你冇敬畏神嘅心，你唔會有神嘅智慧。乜嘢係敬畏神？敬畏神就係你會以神為神，你知道佢真係神，你尊崇佢，你聽從佢，你會敬畏佢，你唔會唔理佢嘅，你唔會輕視佢嘅。我哋廣東話講，當佢冇到，唔會，因為你真係知道佢係神嚟嘅。因此你嘅心裏面有一個好大嘅一種嘅動力，要去聽從佢嘅吩咐。亦都知道佢嘅屬性，佢係慈愛嘅，佢係公義嘅。因此你嘅生活行為按照佢嘅屬性嚟到去活出嚟，生活行事說話按照神嘅屬性嚟到去做，就算要付上代價，好樂意，因為佢係神，去聽從佢，付上代價去聽從佢。因此你知道敬畏神係以神為神，係真係敬重佢。但係剛才讀嘅第8章13節，你發覺聖經從一個比較反面嘅角度去講返敬畏神。敬畏耶和華就是恨惡邪惡。呢個恨惡係一個好嚴重嘅字眼，一種好強烈嘅一種抗拒。我唔要沾污自己，我唔要邪惡。當你讀聖經嘅時候，聖經描述到主耶穌嘅屬性，就用咗8個字。聖經就講我哋嘅主，佢喜愛公義，恨惡罪惡。佢係喜愛公義嘅，佢係恨惡罪惡。因此當你想到你係主耶穌嘅門徒，你跟隨佢嘅時候，你同樣需要按照一個嘅方向嚟到過你嘅生活，你就係敬畏神。我諗我哋大家都好多時候會想翻起舊約嘅聖經裏面嘅約瑟，一位人物，佢經歷過好多嘅苦難，被自己嘅兄弟出賣，俾人哋出賣去到一啲地方做奴隸，面對好多不公不義嘅對待，好困難。當佢面對住佢嘅主母引誘佢，要同佢有唔正當嘅關係，旁邊人如果去分析呢個處境，就覺得你有機會啦，你有機會可以脫離呢種嘅苦難，你可以扶搖直上，有人睇起你，你好有前途啊！但係喺當時呢位嘅約瑟，雖然喺苦難當中，但係佢一個好清楚內心裏面嘅對神嘅敬畏。你記得佢所講：我豈能作這大惡得罪神呢？佢知道呢位神係神，佢絕對唔可以做呢啲嘅惡事得罪呢位天地嘅主宰。各位弟兄姊妹，你明白，當你嘅心真正敬畏神嘅時候，你發覺你裏面有一種強大嘅力量，可以救你脫離試探，可以幫助你選擇公義，選擇良善。因此你發覺聖經裏面講緊，如果你唔敬畏神，你唔會得到智慧。聖經就強調敬畏耶和華，恨惡邪惡。我恨惡驕傲、狂妄、惡道和乖謬的口。一路講述出嗰種敬畏神嘅生命，領受嘅智慧所產生嗰種嘅生命嘅動力喺度。跟住你會再睇嘅時候，發覺喺後面嘅經文，聖經多一個例子嚟到講述呢種嘅智慧。聖經就講到有一啲嘅
國家嘅君王、有權勢嘅人，佢哋能夠可以管治國家，係因為佢哋係憑住智慧，憑住神俾佢哋嘅智慧嚟到去治國，因此帶嚟咗公平。呢啲嘅貴族審判官，藉着智慧能夠可以公義咁去掌權，一路講述到，大家都會好明白。當我哋睇翻我哋今天所身處嘅世界，一啲有權位嘅人，如果佢唔係有神嘅智慧，亦都唔按照敬畏神嘅方向嚟到行事抉擇，唔懂得去厭惡邪惡，你發覺佢哋所做嘅事情帶嚟咗極大嘅災難。當你睇翻好多新聞消息，喺唔同嘅地方，好多嘅權貴，佢哋唔按照呢一種嘅智慧嚟到去處事嘅時候，佢哋好多嘅人民都受到好大嘅災害。正面嘅領受神嘅智慧，你發覺生命產生一種美善，祝福好多身邊嘅人，但係相對嚟講，帶嚟咗人好多嘅災禍。我哋再睇，再讀落去嘅時候，你發覺聖經裏面特別強調一件事，17節到21節就提到，愛智慧嘅得着真實嘅永恆嘅豐盛。你愛佢，你會真正得到豐盛。聖經17節就講，愛我的，我也愛他。喺度我哋突然間發覺，聖經用一種人際間嘅關係、愛嘅關係，描述到人同埋智慧嘅關係。當然你會明白，愛唔可以單方面嘅，係一定相互嘅關係。你唔可以向神求，神啊，求你俾我智慧過我嘅人生，但同時你唔愛神，或者你唔愛得到神俾你嘅智慧。嗰種嘅相互關係表示緊一種互相嘅委身、互相嘅接納。因此你去愛智慧，智慧就愛你。但係你話點樣叫做愛智慧呢？下低解釋俾我哋知道，懇切尋求我的必尋見，懇切去尋求智慧嘅。呢度所講嘅懇切，原來嘅文字係好強度嘅字眼，係表示緊一種好熱切嘅、好努力去尋找智慧。講述一啲人，當佢遺失咗某啲物品，佢好早起身，一早起身就去不斷去尋找，直至到找到為止。嗰種嘅懇切尋求嘅心喺佢行動當中表達出嚟。佢喺當中好想表達出佢愛智慧，因此佢去尋找，佢去明白，佢去認識佢。各位弟兄姊妹，或者我哋講到呢度，我哋都可以問下自己：我哋有冇愛神嘅智慧？我哋有冇懇切去尋求智慧呢？如果你冇，你唔好期望你得到。然後跟住聖經有講到，其實當我哋去想愛智慧嘅時候，你放心，你只要走喺公平公義嘅路上面，你就尋見智慧。智慧向我哋宣告講：我在公義嘅道上走，在公平嘅路上行。亦都意味住幾時你行喺公義嘅路上，你就可以尋見智慧。當你喺人生面對住唔同嘅抉擇嘅時候，你要問邊一條係公平嘅路？當你決心行喺公平嘅路上面，你就領受神俾你嘅智慧，喺呢條路上面行喺一個蒙福嘅路上面。我最近有機會睇返一位人物嘅傳記，我睇嘅時候個心好感動。呢位係喺南非嘅第一任嘅黑人嘅民選總統，大家可能都會認識呢位嘅曼德拉先生。曼德拉先生佢本身係位基督徒，但係佢自己喺佢嘅國家裏面見到當時嘅白人統治嘅社會係一路推展一個叫做種族隔離政策。佢本身係好反對呢個政策，因此面對住好多嘅壓迫，佢被拉到去監牢當中，佢坐咗27年監。喺呢段時間，佢自己
公開嘅承認。佢話：我雖然係基督徒，但係過去我嘅信仰好似好遙遠。但係喺監牢裏面，我突然間好深刻嘅體會禱告嘅力量。個喺個困難當中，喺逼迫嘅患難當中，我喺禱告裏面得到心靈嘅能力。好多後來嘅人寫佢嘅傳記嘅時候，講述到呢種心靈嘅能力係乜嘢呢？係一種不屈不撓嘅精神。面對住好多嘅困難，好多人對佢嘅傷害，但佢仍然堅持佢嘅良善，堅持去選擇公義。一種不屈不撓嘅精神，好明顯喺佢生命裏面表達出嚟。另外，發覺佢生命裏面有一種嘅力量，係不被苦毒嚟到控制。俾人哋咁樣嚟到去傷害嘅人，好多時候好自然心中出現苦毒。但係曼德拉先生心裏面冇苦毒。從幾件事可以睇到，當佢後來出監之後，奇蹟地選上做民選嘅總統。當佢入到英國政府，見到好多上一代嘅或者話前任嘅總統、白人總統佢哋嘅官員，好多人都驚個新總統會秋後算賬。佢哋以前曾經點樣去迫害一啲嘅黑人，但係呢位嘅總統同佢哋宣佈，就係你哋全部可以留任喺新政府裏面。面對嗰位嘅少教，呢位少教曾經奉命要將曼德拉所屬嘅政黨佢哋嘅總部係炸毀嘅，但係曼德拉知道件事情。但係佢同佢講：你繼續留任喺我嘅安全部門作我嘅主管。喺佢後來當佢就職典禮嘅時候，佢邀請一位人物參與。呢位人物係監獄嘅獄長。呢位獄長曾經喺監牢當中係鞭打曼德拉先生，苦待佢，但係佢好願意寬恕佢，邀請佢出席佢嘅就職典禮，然後表達：你放心，你繼續做你嘅工作。呢位嘅獄長後來因為深刻感受到曼德拉先生嗰種生命嘅一種嘅力量，佢話：我好深刻體會佢係以德報怨。喺佢生命裏面有一種嘅能力，我好想得到。因此呢位嘅獄長後來都信咗主。好多嘅事情，當我喺度讀嘅時候，我心裏面好深體會呢位嘅弟兄，佢有智慧，佢有一份從神而嚟嘅智慧，以致佢願意為咗敬畏神付上極大嘅代價。亦都因為佢所做嘅事情，佢帶俾佢自己嘅國民有極大嘅祝福，帶嚟平安，帶嚟盼望。弟兄姊妹，我相信今天喺呢個時代，唔一定係一啲好偉大嘅人物，而係每一個喺你身旁好多嘅可能係小人物，呢啲販夫走卒。幾時當佢哋真係敬畏神，佢哋領受神俾佢哋嘅智慧，你發覺喺佢哋生命當中都可以閃爍出一種嘅光芒，將神自己嘅真實亦都照耀喺呢個世界上面。我哋再睇喺下啲嘅經文裏面，再喺22到31節就一路講述到神嘅創造。聖經裏面有一個信息話俾我哋知道，喺神所創造嘅世界裏面，要站立得穩，你必須憑藉着神嘅智慧，喺神所創造嘅地方嚟到去行你嘅路。第8章27節，其中有關於創造嘅事情，我哋稍微睇一睇。聖經提到，他立高天，我在那裏；他在淵面嘅周圍畫出圓圈，上使穹蒼堅硬，下使淵源穩固。我唔知大家有啲時候，當你去到一啲嘅郊野地方，或者早上嘅時候望到好遙遠嘅一啲景色，見到地平線，見到太陽從遠方慢慢嘅升起，你嘅感覺唔知會點？或者你嘅感覺咁奇妙，點解永遠係天有天，地有地，海有海，唔會突然間個海洋突然間升高咗，佔咗個
上天，我哋水浸。先講到，在淵面呢個水面嘅之上，神畫咗個天平線，或者話地平線，畫出個圓圈，上使穹蒼堅硬穩定嘅喺天上立定，下使淵源穩固。一路講述呢啲嘅情況。當你一路讀嘅時候，你發覺聖經裏面講述緊一位上帝極其嘅偉大，創造奇妙嘅天地。但你跟住個經文就一路話俾我哋知一件事情。喺22節裏面提到，喺呢一切被造以先，已經有了智慧，我就有了。然後呢啲一切被造以先，我已被立，我已生出。英文一個翻譯更加準確嘅意思講到，佢係被引帶出嚟，帶進我哋嘅面前，俾我哋見到個智慧所帶嚟嘅嗰種美善嘅創造。當你咁睇嘅時候，你會明白先講緊一件事情，就係智慧係從神而嚟嘅。真正嘅智慧係神所賜嘅，智慧係屬於神嘅，係神引帶出嚟，成為咗我哋生命嘅祝福。因此你知道，天地萬有係神藉著智慧所創造，而你同埋我要得到智慧，必然係神賜俾你，係神而來嘅。你去從神嗰度去尋找得着。然後跟住先就提到喺30節裏面講到，那時智慧話：我在他旁邊做乜嘢？工程師 engineer， 或者我哋中間有做工程嘅弟兄姊妹，你留意睇下，先講緊一位嘅智慧，佢天天充滿喜樂，亦都意味住佢同神之間嗰種互相喜悅嘅關係。佢哋好開心、好喜悅咁一齊工作，而且佢哋係緊密地同工。聖經特別講到，佢喺神嘅旁邊，佢成為神嘅工程師，你都去創造、設計、去成全呢啲一切，描述緊一種好緊密嘅關係。因此你知道，我哋今天個世界係神藉着佢嘅智慧所造成。再進一步去思想，如果呢個世界係神用佢嘅智慧所造成嘅，我哋喺呢個世界生活，要知道點樣行我哋嘅路，就必須要憑着創造世界嘅神嘅智慧，我哋先可以行出一條應該有嘅路，得到應該神要俾我哋嘅祝福。或者我有個簡單嘅比喻嚇，即係我之前都同大家分享過嘅，就係好多年之前啦，我自己屋企買咗個電子瓦罉，買咗翻嚟嘅時候，我從未用過電子瓦罉，我都冇點樣特別用。但有一次我自己入去，想自己真係試下用下煲一啲嘢，咁我就撳着個掣，就諗住佢一路會煲啦。咁10分鐘之後翻嚟望一望，咦，喐都唔喐嘅，冇反應嘅，唔得啦，我都有啲趕啊。咁我就真係將個瓦膽成個抽咗出嚟，擺咗喺個火爐上面，開火燒一燒快啲啦，幫一幫佢啦。不過真係好快啊，好快脆就裂咗啦，啪一聲就裂開咗。哇！我好驚，點解突然間會咁反應嘅？要太太嚟睇睇咁，太太一見到，你有冇睇說明書啊？咁我真係冇睇。你都真係唔知道係唔可以咁樣做。嗰次好深刻，我突然間發覺，如果你要運用一件嘅物品，你要去明白佢嘅運作，你要睇說明書，你先知道佢嘅製造過程，你先知道佢嘅運作嘅方式係點樣。各位弟兄姊妹，你明白？我哋生活緊喺神所創造嘅天地，
如果你冇神俾你嘅智慧，你點樣能夠去行到一條係光明嘅路？你係神所創造嘅，如果你唔係按照神嘅計劃，你點能夠活出嗰種神定義俾你嘅美事？但你話我咁個說明書喺邊度啊？我點知道去睇去明白啊？大家一定會記得聖經裏面詩篇19篇，呢篇詩篇我哋常常都會讀嘅。19篇我哋頭先開始嘅時候已經讀過一節經文，就係講到神嘅創造。但係裏面你發覺先講緊一件事情：這日到那日發出言語，這夜到那夜傳出知識。你留心整個嘅天地宇宙穹蒼，你會認識神多一啲。你會睇到嗰種奇妙、嗰種嘅智慧、嗰種嘅美善。呢個天地當神創造嘅時候，帶咗好多信息向我哋講。然後跟住聖經去到第7節嘅時候，接住就講到神嘅道，神嘅律法使人甦醒，使愚蒙人有智慧。神賜下道成肉身嘅基督，亦都賜下成文字嘅真道。呢啲嘅真道，當你去讀去睇嘅時候，你會發覺領受智慧。各位弟兄姊妹，我哋都好多時候常常彼此鼓勵，你哋要小心讀聖經，去好好嘅靈修。唔係話讀多啲聖經就神中意我哋多啲啦，咁就即係我哋蒙福多啲啦。唔係，係我哋真係需要神嘅說話。如果冇咗說明書，我哋點知道喺個世上面生活？點知道神嘅旨意？點能夠分辨是非？喺過程裏面，我哋需要神嘅道，神就賜俾我哋道。亦都剛才所講，喺我哋新約嘅時候，你知道道成肉身嚟到我哋中間，活着嘅道喺我哋中間，將真理向我哋說明，亦都叫我哋從佢嘅生命裏面，從佢嘅救恩裏面得着智慧。因為你知道整個自然界，神嘅道同埋基督永恆嘅道，呢份說明書不斷向我哋說話。你要去尋找，去明白，以前你知道點樣喺呢個世代能夠可以活出嗰種神定義俾我哋嘅豐盛嘅生命。當我哋讀到呢段經文嘅時候，你會發覺最收尾去到第30節嘅時候，突然間講一件事情。頭先我哋讀到智慧喺神嘅旁邊為工程師，佢哋好緊密嘅同心咁嚟到去做呢件事情。但係最尾一句說話，聖經就講，在他的全地歡笑，喜愛住在人世間。呢度唔單單講緊佢哋嗰種嘅喜樂嘅心情，更加表達緊智慧住喺人間，亦都意味住上帝係讓佢嘅智慧臨到我哋。佢唔係好遙遠，喺你身旁，只要你願意去尋求佢，你會尋得見。佢係好喜樂咁喺我哋中間，更加係喜樂我哋能夠尋求佢，佢喜悅我哋愛佢，以至佢可以愛我哋。你發覺聖經裏面一路講述神自己嘅智慧嘅時候，俾我哋知道，你哋尋求我啦，你哋放心歡歡喜喜咁尋求我啦，因為我於你哋極其重要，我都非常渴望可以喺你嘅生命中。所以當我哋睇到嘅時候，就會回想翻8章1節，點解聖經就講智慧喺度呼喊，喺度揚聲，你哋嚟啦，你哋尋找我啦。各位弟兄姊妹，願我哋都回應呢個呼喚，我哋去尋找佢，住着敬畏嘅心去愛慕神嘅說話，
有把握住你嘅日子去尋求智慧，以至你經歷到神俾你嗰份滿足，亦都可以得着人生個智慧，知道走當走嘅路。我哋一齊祈禱。請你為自己祈禱。天地嘅主，人算什麼？你竟然顧念我哋。主，我哋都係好多嘅無知，好多嘅限制。我哋以為聰明，但其實好多嘢我哋都唔知。但你竟然樂意將你嘅智慧賜俾我哋，你竟然將你永恆嘅道賜俾我哋。主啊，求你感動我哋嘅心靈，讓我哋能夠愛慕你嘅道，我哋渴望能夠得着你嘅智慧。主啊，求你救我哋脫離呢個世界好多好多嘅假智慧，嗰啲假嘅說明書，讓我哋心裏面能夠轉向你，去尋求你，讓我哋喺敬畏你嘅過程中，我哋能夠行喺智慧嘅路上。主啊，係我哋心中嘅禱告，求你垂聽，奉耶穌聖名祈禱。